面對烏山頭水庫11.5公頃的污面被光電棒砍掉的，對來影響水庫的景色，民眾嘛煩惱西邦過程的污染隱形水等爭議不斷。對此，議員吳通龍在總日巡再次為地方請命，認為政府事前無充分說明，直到設立完工才知影原來水庫的爭端，至於決策欠缺透明，加上上大爭議就是西邦過程。要求公開透明，讓民眾安心。綠能公司因啊要做妨礙處理啊，要幫的時陣要請來講起，啊，咱才通知，既無你既無嘛，要里長去看。對，哦，告知里長，你要帶人去看無？啊，無恁親身要來看無？我希望把它透明化、公開化，賣被人家一直認為講一個水庫，人咧食的水。含船啊，都袂使落迄個所在，既然恁會當正電，那陣伊期滿啊，吼，伊閣要說新的，咱會來表達咱意見，講阮不要恁說啦。我相信這對百姓一個承諾，互因安心嘛。食水嘛，食咧安心，住嘛住咧安心嘛。議員除了為正電爭議替民眾發聲，另外嘛針對滿島新興里總人口數已經有2200多人，卻無一個活動中心來請命。議員要求地方已經簽署600多份聯署書，要求滿島古興段647地號設立倒無票使用的活動中心。在質詢當中，要求市長簽下承諾書。台南新聞。軍籍楊順懷採訪報道。